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是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胡市可以说终于变脸了，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领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3%，深成指跌0.69%，创业板指数跌0.87%。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19万亿。比昨天又缩量1000亿，4000多只股票下跌，只有1000多只是上涨的。这上涨的里面主要是银行板块，还有 ST 板块。银行板块咱就不说了，它加剧了这个指数的失真。如果不是银行板块活跃，那今天这个沪指跌幅比这惨得多，要不然4000多家下跌。所以这个银行股逆势活跃。恐怕是因为俄罗斯今天是阅兵胜利日庆祝，不想让这个欢庆这么欢乐这个气氛受到这个影响也想给这俄罗斯胜利日献礼，也算尽力了。那这个 ST 板块活跃 ，ST 股很多涨停，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无论是成交量缩量，还是今天垃圾股反弹，银行股拖指数，都说明股市到了关键的时候，对金融消费者来说，那就非常尴尬了。本周是4个交易日，前3个交易日都是微涨，每天弹一点。这前3个交易日，金融消费者可能略微回了一点，今天一天全部给它还回去，可能还不够。也就是对金融消费者来说，本周它这个指数恐怕是涨着的，但是它的这个账户又缩水了，比节前还要惨。你比如说这个喜欢玩基金的小玉哥。大家看视频，我当初就不敢买基金呀。最近这基金把我给整不会了呀！周2回本，周3跌回去了，周4回本，周5今天又跌回去了呀！怎么玩？你真的是，你到底要我怎样嘛？今天人工智能大跌1.5昨天涨了又不够今天跌的呀！你到底要我怎样？要怎样嘛？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大跌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回本，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老的回本。今年预计付16000，预计付0.5%，今年以来预计付2000，今年以来预计付0.5%，今年以来也绿了呀。割肉是不可能割肉，今天我怒加1000人工智能，真的我就不信了。下周我的目标还是回本，还是回本。这个喜欢玩基金的小鱼哥我记得他自己说他以前赚过钱，他是炒基金，后来被套住，现在是慢慢解套路，要回本。你看他这一周这回本的辛酸的历程，昨天看他是很高兴了，今天让他知道什么叫欢乐总是短暂的。实际上大部分散户都是这种状态。不过我就很奇怪，这个小鱼哥他老想着回本，回完本之后干什么？下一步是回完本之后不玩了走了，还是回完本之后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是调整仓位，或者是重新买别的股票或者别的基金，不太清楚。如果仅仅是为了回本，没有下续的，没有后续动作，那你永远是在回本中。实际上这一路上胡适也给过他很多机会，他也不止一次的回了本。一旦回本了，他的目标又变了，认为应该再赚一把，后面就是牛市了，有慢牛、科技牛、贸易牛、什么关税牛，还有什么军工牛等等，都是牛。那后面怎么着还不得大赚一把？结果你就想赚的时候，他又给你回了过去了，亏损了。散户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这种叫操作，得陇复万蜀，他达到目标之后他不会走的。那正好这个赌场就喜欢这样的赌客，你只要不走，你永远盈利都是暂时的，迟早是要连本带利还给赌场。散户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如果说你炒股2年、3年、5年，你这中间很有可能赚过钱。这你炒股5年，你说一直都没赚过钱，那这个概率还比较小。你比如胡锡进老师炒股现在2年多不到3年，他是赚过钱，他一进去就赚钱了，一入市他就赚了好几千上万的。去年年底他又赚钱了，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所以他就陷入了这种循环反复。
现在恐怕他也是赔钱的，或者赚他也赚的不多。那有人就说了，那你做价值投资啊、长线投资啊，这个似乎也不现实，对吧？咱们这个是个猴市，你要拿着股票不动，你很有可能就坐电梯来回上下。坐电梯还是好事，就怕你买了很多股票，到时候来个披星戴帽，来个退市，你就完了。你说今天居然 ST 股暴涨，集体反弹，一般的垃圾股开始涨，那就是最后一波了。垃圾股反弹是一种暴动，是一种叫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这些 ST 股很多都面临着退市，居然有很多散户、金融消费者跑去炒 ST 股，完了退市以后，他也开始哭闹，要维权，要给个说法。北京商报今天评论呢，严格退市制度有利于出清垃圾股，严格退市让 A 股更健康。所以这些垃圾股你不让它退市，它就还狂欢，总有那些金融消费者、那些赌徒被吸引去搏一把，赢了他技术高超，被套住了，他开始要主管部门啊，要监管给个说法，到时候不能一退了之，你退市我的损失谁赔？所以说有的时候胡市走不好啊，主要是跟这个参与的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这赌徒如果不给他们清出市场，这个胡市好不了。北京商报说，新 ST 中诚、新 ST 人乐、新 ST 恒利同日宣布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即将退市。退市新规实施后，退市从严是主基调，退市个股数量将明显增长。严格的退市制度有利于出清垃圾股，优化 A 股的上市公司质量，从而让 A 股更健康。退市从严是市场净化机制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 ，A 股市场存在部分僵尸企业、空壳儿公司，他们长期占用市场资源，业绩持续亏损，治理混乱不堪，却凭借各种财技赖在资本市场，成为阻碍市场健康发展的毒瘤。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反复说，就这些垃圾股，如果你不让它退市，它为了保住它的上市主体地位，它什么手段都用，因为这叫自救啊，所以它就财务造假，所以它各种炒概念啊。你现在市场上什么概念火，它就是什么概念，各种乱象都是这些垃圾股造成的。偏偏有一批金融消费者，他就喜欢这些垃圾股，炒垃圾股啊。炒垃圾股的本质是想赌一把翻身。你说他要退市，我赌他不退市；你赌他是不行了，我赌他是丑小鸭马上要变天鹅，对吧？你赌他要退市，我赌他是马云要收购他。他竟是这么玩法。讲个故事，谁要并购他，谁要借壳，资产注入，什么主营业务改成这么算力，改成人工智能。退市新规以严格的标准和高效的执行，让垃圾股无处藏身。通过细化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等退市指标，让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完成退市，从而实现净化市场的目的。零容忍的监管态度，有效打破 A 股市场只进不出的怪圈，加速了劣质企业的出清，为优质企业腾出了宝贵的市场空间。这个不叫为优质企业腾出空间，而是防止叫劣币逐良币。我记得香港的资本市场，他们叫仙股。仙股什么意思呢？就是股价在1块以下，没有成交，就每天都没有成交，成交恐怕就几万块钱。好多这样的股票，僵尸股。香港好像不怎么退市，没有交易，这就反映两边投资者的这种投资的态度。你像这种垃圾股，你在港股那儿，它没有交易，没有人去炒它。你讲什么故事，一般人也不会去碰它。但是你看胡是专炒垃圾股，垃圾股的交易量还大，非常活跃。这个只能跟这个市场的这种散户投资者有关系。垃圾股概念多啊。北京商报写的还挺长的，说退市新规下，退市从严主基调是 A 股市场实现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投资者有理由相信，随着退市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 A 股市场将逐步构建起一个优胜劣汰、进出有序的良性生态，成为投资者信赖的价值投资高地。遗憾的就是退的太少了。这个胡市5000多家上市公司啊，退它1000家都不算过分，也不夸张。只有加快垃圾股退市，让那些炒垃圾股的人跟着垃圾股一起退出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才有可能变好。我们再看财经网
报道，他转发的是界面新闻，说知名连锁超市人人乐即将退市，董事长提前辞职。知名连锁超市巨头人人乐即将告别 A 股。5月7日晚，新 ST 人人乐发布公告称，公司于2025年5月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深圳证券交易所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它主要是净资产为负，也就是资不抵债。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就是你财务报表它不敢发表意见。作为一家成立于1996年的老牌零售企业，人人乐曾经是深圳零售企业的旗帜之一。2010年上市后，人人乐曾连续多年营收过100亿元，门店遍布全国，曾经也辉煌过啊。现在退市，资不抵债退市之后，恐怕就要破产清算。然而近年来其业绩持续下滑，连续多年亏损，如今已是资不抵债。在风雨飘摇之际，人人乐董事长却突然火线辞职，就临阵脱逃。胡氏还有不少零售企业，好像日子都不好过，我这里就不点名了。他们都是连锁巨头，你看，同样是连锁企业，山姆、奥乐奇、什么开市客，是不是在攻城拔寨？那个山姆，你要去买东西，你还得成为会员，会员费260块。就这样，他也人山人海。有些超市他也能把自己打造成6A 级景区，也是人山人海。但是他不能复制。那山姆是什么？他就是很机械的复制，全国开了60多家。奥乐奇也一样。你别管他们的定位是什么样的，但人家都在复制，攻城拔寨。一边是国内的这些连锁巨头纷纷退市，活不下去了；一边是高歌猛进，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这说明什么问题？他们面对的消费者还都是咱们中国人，就这批人。为什么有的企业干不下去要黄，有的企业一年开几十家连锁店？实际上，这个中国的这个零售企业，给中国的这个零售行业，实际上敲了一个警钟，不要再弄虚作假了，玩点实际的，要高质量发展。不会干，你学一学人家山姆，学一学奥乐奇，认真去取经，看看人家是怎么选品的，看看人家是怎么控制质量、控制品质，看人家是怎么管理供应链的，看人家是怎么对顾客服务的，看人家是怎么让消费者放心。不要在那炒作，不要在那搞什么爆改，搞流量，搞不长久，还得拼内功。你不要把一个超市的核心竞争力是营销，那你能走得远吗？你说我一个超市的核心竞争力是流量，我能搞流量，我天天上热搜。也就是国内的这些连锁巨头、零售巨头要支持而后勇，也认真的去取经，要学真正的技术，否则都会像人人乐这样，迟早是要退市，玩不下去。我们再看这个新浪证券报道说，这个高盛称地产链股票迎来投资窗口期。高盛重磅，未来10年中国房地产迈向何处？地产链投资机会在哪里？说美国中部时间5月8日上午，高盛发布深度研究报告，转向内需驱动，聚焦中国房地产价值链中的买入机会。高盛认为，随着中国政府可能出台一系列支持内需的政策，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房地产价值链股票迎来了新的投资机遇。高盛预测2035年地产股涨幅最高达70%。报告重点推荐了5个行业中的7只股票，包括开发商什么华润置地、建材企业东方雨虹、北新建材、坚朗五金、家电企业的老板电器、经纪公司贝壳找房以及物业管理公司绿城服务。说这些公司有望受益于住房升级和建筑翻新需求回升。此外，报告预测到2035年，二手房交易和翻新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新建住房的减少，为公司价值链公司带来5.7万亿元的国内市场需求，较2024年增长70%。高盛预计说，这些股票已充分消化了新房市场收缩的负面影响，但市场尚未充分认识到潜在内需刺激政策和新市场需求带来的积极影响。在2035年基本和乐观情景下，
这些股票的银行估值平均有42%到69%的上涨空间，而12个月目标的预期涨幅为20%。高盛可以说一次又一次的看走眼了。我记得恒大刚暴雷的时候，这高盛不是鼓吹房地产没问题吗？建议逆势加仓啊！如果你炒股真要看这些机构的报告炒股，估计基本上裤子都赔没了，对吧？可以说你是防不胜防，人家是模拟仓，你是自己的真金白银七大姑八大姨借来的钱玩真的，人家是模拟仓，永远处于不败之地。涨了他说对了，那他的报告价值就更高；跌了，反正他也没买。实际上跟房地产相关的产业上上下下都在走下坡路。这个没有任何悬念，你看看那些房企一个个的要死不活的，都在 ICU 病房等着抢救，有的是破罐子破摔了已经。你看一看万达，你就再看一看那些央企房地产公司，销量是不是在下降，利润是不是在下降？韭菜不买房，整个的房地产现在是下行周期，往哪儿走，走到什么时候，谁都不知道。整个的房地产产业链上面还没有出清，对吧？还是都是这个叫三角债，你欠我的，我欠你的。这个时候就说投资机会言之过早。即便未来10年房地产稳住了，房地产它总有一些新的需求，什么旧城改造、旧房子翻新，什么第5代建筑，没有关系。但是整个蛋糕不会那么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时候的参与者未必是现在的这些上市公司。现在这些上市公司，这个房地产产业链上的这些上市公司，能不能扛到那个时候都是个问题。你赌哪一家？对吧？这10家公司里面恐怕只有2家能留下，剩下的8家都要退市，都要破产清算。为什么要火中取栗呢？为什么要刀口舔血？所以我在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就说了，跟房地产相关的股票不要买，不值得投资。你看现在也快4年过去了，哪个在房地产股票上赚钱？这4年是不是一直在往下走？不要跟房地产这个产业链做生意。为什么？是你做能赚点钱，你做前2年都赚钱，第3年突然结不了账，你把前2年赚的钱都赔回去还不够。前2年你是很开心，我每天都赚钱，你们这些人说的是放屁，你什么不能做？等到第3年结不了账了，应收账款人家付不了了，这回哭来不及了。趋势就这么个趋势，对吧？不要去较劲，它会让你越陷越深。你为了结账要供应款，要你的钱，你还得不停的跟他合作，你不合作那你更要不回来了。你合作你越陷越深。一个在走下坡路的行业，你为什么要跟他产生关系？日本的东陶生产马桶的，人家都扛不住了，都要缩减产能，4个工厂关掉2个，是人家产品质量不好吗？是人家服务不好吗？根本就不是。你说你买一点人工智能的股票，买一些什么算力的或者什么电力的，你还能说得过去，因为未来方向就是这个。虽然我赌的不对，但是这个蛋糕在越来越大。你明知这个行业在萎缩，你还搞这个行业，那是怎么想的？再看一看房地产最火的时候，2018年、2019年这些企业的股价才多少？那时候房地产正火，对吧？火了10几年，万科的股价才多少啊？你现在还能回到2018年吗？对吧？一年要卖20万亿平方米的房子。我们再看一个财联社报道说，这个75岁上市公司董事长赤膊秀肌肉，一手抓管理，一手搞健身。近日，科伦药业002422一则麦角硫因什么胶囊广告引发热议，公司董事长刘革新亲自上阵担任产品代言人。视频中其裸露上身，肌肉线条肌理分明，充满力量。据悉，该麦角硫因产品原料由川宁生物提供。科伦药业方面表示，董事长一直在服用该产品，且长期自律。未来公司还会推出其他大健康产品。有业内人士告诉财联社记者，麦角硫因由生物提取，现在也可以通过合成生物方式来生产，具有抗氧化、细胞保护等功效。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告诉以投资者致电的财联社记者，公司董事长一直在吃该产品，视频一点都没有 P 过。大家可以在网上看这视频，确实身上涂了那个应该是橄榄油，显得线条分明，肌肉还比较发达。关键他75了，董事长长期自律，再加上每天早上5点健身，
产品原料是公司提供的，大部分是从蘑菇里提取的，日本公司提供技术，也就是他给这个产品代言，这个也挺有意思。我倒是觉得董事长给自己的产品或给自己的原料代言没毛病，只要符合相关的广告法。你是真的自己天天吃天天练，不像很多保健品代言的，大部分人都没吃过，那些明星自己也不吃，上来就代言什么减肥药，还有各种健美的那些乱七八糟吃的营养品，这好歹董事长自己吃。第二个，你看他75了，就这个状态啊，这个也值得学习。第三个，也符合国家最近的政策啊，国家现在要这个叫健康管理嘛，每个人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自己代言，还省了一笔代言费，这个就像格力的董明珠不就一直这么干吗？以后每个企业老板恐怕都要亲自上阵，都要搞自媒体，都要利用这个自媒体传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只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就行了，值得提倡。75岁还能有这样的身材，那是令人羡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